自孙片。你好，請問有乜嘅額外服務嘅麼？一，請問你服務呢，還有哪度講景點呢？請老外少解。二，請問圖覽時間要幾久呢？三，做得請你老外到翕一張相麼？四，我遲到人唔爽快，請問服務呢有依然也係盡數麼？五，我老親戚朋友行山咧，按樣解散咯。六，我嘅東西唔見睇咧，按樣解散咯。七，我飲到東西要送去哪位？你好，你嘅問題係我老你算命。一，了服務呢唔但搶有國父紀念館，老台北日朗日，還有時時南村，做得去行行聊聊。二，第10點鐘我有天使圖覽，做得第個片適合，圖覽嘅時間差唔多係60分鐘，歡迎參加。三，冇問題，請你到去個位看一下鏡頭。四，你遲到樣，請你放心，我已經喊救護車來咧，請你等一下。五，服務台嘅工作人員做得廣播，聽收請你嘅親戚朋友。六，請到服務台登記，若係有人簽到你嘅東西，同時送到服務台，我再個通知你。七，請送到服務台，同時由服務台保管。我了解咧，希望你光臨，祝福你旅程快樂。